大家好，我是林阿高。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开讲的主题是，甲咱以前台语的音效转来。咱通知的是过去有一段时间呢，某一个政权来到台湾了后到迄个1980年代的末期，咱的国家的语言政策呢，直到一对台湾人的母语，因为安尼受到压迫。随望这几年来，咱的政府呢已经有改进，提倡讲大家会做伙来甲家己的母语救起来。虽讲是真简单啦，不过实际上要甲家己的母语救起来，毋是遐尔单纯的代志。过去因为独尊华语的这种变态的环境，至到毋但真侪少年人袂晓讲台语以外，都有真侪本身会晓讲台语的人，嘛互华语安尼砍落去。人互欺骗讲台语无文字，迄种错误概念，即嘛拢知影讲，其实台语是有文字记载的。既然有文字记载，安尼代志就好办啊。代表咱会当透过现字典来确定咱的发音是毋是正确。这边我先强调，我讲的正确，毋是迄种方言差哦。譬如讲宜兰腔、屏东腔、台北腔拢真水。我这边讲的正确。严格来讲是讲是毋是会当以前的发音，甲音拢调转来。那安尼，咱就先来开始咯。这个字有时念作甲，有时念作甲，阁有一个假。迄个先莫讨论。较会用到的是甲甲甲的发音。伊的原调念作甲的时阵，伊的意思是加速。加速这个字，因为一个词放头前迄字，所以伊爱变调念加，所以咱才会念作加速。伊的原调是甲，是念作甲，意思就是 holiday vacation。咱常常听到别人讲什么放假啦、请假啦其实若是照字典来看，是念着去的。这个字若是放伫个一个词的头前一字，伊爱变调念假，无毋对伊譬如讲假日、假期。毋过，若是一个词放后壁，上尾迄字，伊就爱念原调。譬如讲，放假、请假、年假、寒假、暑假，安尼知无？然后就是这个字，伊这个字会当念作数，嘛会当念作数。其他阁有一个发音叫做赛，无伫遮讨论，较会念着去的是。数甲数都是念数的时阵，伊是动词使用的意思。咱来读使用，因为伊放头前迄字，所以会变调。咱来读做使用。若是原调读数，迄都是名词。譬如讲，暑假、暑读。常常拢听到别人读什么暑读啊、暑假啊，根据字典毋是安尼啦，爱读暑读、暑假，好，安尼了解无？说落来是这个字，伊的原调读做健，若是放伫一个词的头前，伊会变调。譬如讲健康、健康、健保。伊放头前本身是较无啥物问题，因为这是真侪人拢读甲真好势。问题就是放伫后壁的时阵，伊的读法是福建，福建，常常拢有人读做福建，照原调应该是读做福建，安尼知无？爱记起来哦。这边阿高就先小解到这，阁有其他的什么词呢？是会常常互人读唔到去的，嘛欢迎大家来尽量来敲吹，并感谢有编字典的人，阁有即马伫网络顶悬整理字典的人，因是真伟大啦，开遐尼多时间来建置这个网站，建这个资料库，所以大家爱尽量去利用哦。亲像这个找台语的网站，伫手机阁有 App 通使用。讲到喙焦，好，先安尼，再会。